耶，肚子饿了啦！啦啦啦啦啦啦！小蜜，你好慢哦，我等你等到都肚子饿了啦。喂，我唔爱肚脐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我唔爱肚脐，我不饿。小蜜，你的嘴巴旁边好像有东西耶。看看。好像是蛋糕屑屑。不是吧？一定是刚刚摘到什么了。小蜜，真的没有吗？你没有偷吃东西吗？哎呦，我刚刚遇到海苔哥哥，他要请我吃蛋糕，可是只有一块，带回来很难分，所以我就吃完再回来啊。小蜜，你已经吃饱吃饱了。可是我跟点点为了等你都在饿肚子这么好，有蛋糕吃。肚脐耶，肚子饿了。肚脐耶，肚子饿了。小蜜，你肚脐嘛？我肚脐耶。我们去吃面好不好？好喂。我唔爱肚脐，我不饿。我唔爱肚脐，我不饿。12点了，彤彤姐姐，你肚子饿了吗？我唔爱肚脐。1点了耶，彤彤姐姐，你肚子饿了吗？我唔爱肚脐。为什么你肚子都不饿？因为我刚刚吃了一块蛋糕啊。为什么你有蛋糕可以吃？吃饱吃饱了。吃饱吃饱了。彤彤姐姐，你要吃点心吗？我吃饱你要吃水果吗？我吃饱为什么问你要吃什么，你都说吃饱了嘞？肚脐耶，我唔爱肚脐，吃饱3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伟良。